据南德意志报报道，鉴于中国严重损害了维吾尔人的人权，根据德国新的供应链法，德国企业很快将被迫终止他们在东突厥散的业务。由于维吾尔人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德国企业很快就被迫限制其在东突厥散地区的活动或完全撤出。这是从德国联邦议员科学服务部的评估报告中得出的结论。南德意志报已经得到了该评估报告。根据绿党委托的草案，一旦供应链法生效，如果出现强迫劳动，德国企业有责任中断与中国供应商的业务关系，这一点几乎不可避免，否则德国公司将面临罚款。个别情况下，公司雇员可能必须承担个人刑事责任。据媒体报道，德国企业的工厂大楼通常就在中国居境和在教育营营地附近。评估报告中提到了阿迪达斯、彪马、宝马、普世、西门子、大众和巴斯夫。受到指控的公司对此类指控做出了各种陈述，否认或承认。评估专家援引媒体报道说，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外国企业都对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剥削中受益。据1948年发布的《联合国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公约》，中国针对维吾尔族的可恶罪行被列为种族灭绝。华盛顿邮报5月16日报道，新泄露的报道进一步证实，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不仅是文化灭绝，而是肉体屠杀。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定义的种族灭绝行为，包括杀害一个民族的成员、破坏他们的生命、绑架儿童和限制人口增长。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罪行充分符合了种族灭绝定义。去年，研究人员郑国恩指出，维吾尔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从2017年到2018年下降了45.7%，是自1950年以来最严重的下降。最近，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郑国恩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人口下降是南疆4个地州中最严重的。根据国际法，种族灭绝是一种严重的罪行，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都必须禁止和惩治种族灭绝。但是，已签署该协议的中国政府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违反法律，但并未受到惩罚。据法新社布鲁塞尔消息，欧盟和美国当地时间17日朝着在后特朗普时代达成贸易休战迈出又一步，同意举行谈判以结束围绕钢铝产品关税针锋相对的争端。美国和欧盟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将正式开展磋商，以解决困扰全球的钢铁和铝行业的问题，并同意为解决关税争端开辟一条道路。双方表示，谈判将包括讨论中国的产能过剩如何压低了价格，并威胁到本地金属生产商的生存能力。声明称，美国和欧盟成员国是盟友和伙伴，在民主和市场经济方面有着相似的国家安全利益。5月15日，美国、日本与法国3国的部队与日本宫崎县虾野市的雾岛训练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日本陆上自卫队、法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本月11日至17日在日本西南部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是3国陆上部队首次在日本国内实施正式的实际训练。法新社分析认为，举行联合军演是出于对中国在该地区态度不断强硬的担忧。共同社的报道强调指出，围绕尖阁诸岛，日美加强了对华制衡态度。欧洲各国也加强对华警惕，预计以此次为开端，将陆续向日本周边派遣部队。美国总统拜登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示支持停火。根据白宫的声明，拜登表示了对停火的支持。声明说，拜登重申他支持以色列针对无差别火箭弹袭击进行自卫的权利。同时，有报道称，美国拜登政府批准可能向以色列出售7.35亿美元精确制导武器的计划。
另一方面，联合国收到的报告数据显示，目前有超过38000名巴勒斯坦人在联合国下各机构开办的学校里申请避难，有2500名巴勒斯坦人因家园被毁而无家可归。